病去，新竹一个 Uber Eats 外送人员拜日甲奥多麦插伫路边，锁匙无背起来，无意外转来牵车的时，凶强发觉规只奥多麦和后壁外送牌仔拢互贼仔病去，实在气死老命，赶紧甲监视器画面铺上网络，希望网友会当斗相共，赶紧找到转来。一个查甫人行伫咧新竹县湖口乡的自强路顶悬，经过一台奥多麦，佮一直回头看，刷落来佮踅转去。原来伊已经锁定目标，准备要下手来偷牵。敢若看到嫌犯一直等车来经过，等甲四界拢无人的时阵，骹手真溜力，将安全帽仔戴起来，就安尼将奥多麦来偷骑走。上班太匆忙，那天太匆忙，所以钥匙忘记拔，靠打工 Uber Eats 在赚钱，所以没了这辆车。对我来说，生活有非常大的困难。被偷摕的车主真着急，因为被偷牵的这台奥多麦是伊做外送的身材工具，一时大意，竟然袂记得将车的锁匙来背走，互贼仔来偷摕，直接连后壁的外送包做伙偷摕走。即马只会当先将影片放上网络，希望网友会当斗相共注意来斗找车。本案是因车主未拔钥匙引起歹徒觊觎，机车因而遭窃。目前本所已调阅路口监视器，积极追查当中。外送的工课是真无简单，伫咧甲时间走小路送餐的时阵，也是爱会记个锁匙，千万唔通留伫车顶。万一趁钱的工具若碰见，真正就要哭无目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要靠无目屎来关心咱台视新闻社会独家报道。这是金广直播的主持人嘟嘟和馆长陈志涵解约，即马各个人表消息讲违法甲员工洗头路，因为有员工投诉讲顶个月25一日到公司说服主管甲伊讲明仔你毋免来，叫伊转去食家己，互伊听甲拢戆去。落尾发觉拢总有23个员工拢是同款的情形。台北市劳动局嘛讲，都要提早60天通知员工，通报劳动局，啊若无违法上盖当会当罚50万。大家都是蛮错愕、蛮突然的，实在是感觉有淡薄仔离谱，想起家己互洗头路迄天，才拄行入去办公室，就互通知明仔载毋免来。这一切都是无预期的，直接就叫你就是隔天就走人了。投诉的人陈先生原本伫咧金广直播做直播主持人的经纪人，但是9月25号，主管煞无讲任何理由，公司一捆将23个员工来洗头路。虽然有答应年资无满1年的薪水会算到10月初5。满1年以上的薪水会算到10月15号，而且会照劳基法，互因一笔钱。但员工控诉，讲要裁员，照理来讲，就要提早60天通知，唔是参像安尼随叫员工来离开。年底然后做这样一波，然后你年终也不用给了，然后现在工作也那么难找。针对这家公司，我们初步已经有认定，它针对那个大量解雇的部分没有按照法令来做通报，没有给预告期的部分，这个其实按照劳基法规定就要给预告工资。台北市劳动局嘛证实，金广直播无提早60天来通知员工，以及无通报劳动局，都来大量裁员，明显违法，上济会当来罚50万。金广直播属于拢Life集团的平台，主打电动比赛类的直播。甲馆长陈志涵解约了后，点击率受到影响，因为了钱才会来裁员。这一回逼出无按照规定，就来裁员。让Life讲，互裁掉的员工，甲因平常时工课表现有关系，毋是雄雄来决定的。但是若是无法度甲这个员工来好好调解，恐惊只会当行上法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来关心台湾的车路常常车补遐乌，袂输大油锅。中华丰原道民众发觉讲车路拄补好2天，因为路边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问题，搁再乌一届，袂输是无代志找代志做，掠到遐小家。道民众咧算讲无采钱，嘛影响民众的安全。这补一地，遐补一地，原本应该是又搁平又搁舒适的路，煞敢若大桥搁共款，这铺一地，遐耐一地。这是中华丰原的斗源路，工人无用伫灌浆做工程，过去因为路坎坎坷坷，经过通报了后才来顶铺，只是等铺好2天又搁来乌。反映讲这路拄铺过尔，哪搁咧乌安尼啦？这等补好又搁乌，毋若影响交通，造成人安全上的疑问。民众搁讲危险又搁浪费，浪费资源，浪费资源哦。都是纳税人的钱啊。这东西大家不变不讲，还浪费我们的金钱。真浪费嘛，花乌就乌完。根据中华县政府工务处统计，重要路段的路下骹上少拢有自来水。
台电、中华电信甲雅士4条管线，不过一般拢会召集各单位的工程人员来开会协商，尽量一个工一个时间来做工程。而且新铺的路管制3年是禁止来开挖，一般的路养护铺设完成管制时间是2年，但嘛是有例外，参像重要的管线，也是先起厝体水电雅士甲电信的时间。不过要动工进前，就要先经过申请开挖的许可证才会使。我们会针对它假修复的品质来做查验。动工进前申请，工程了后嘛要通过检测。从申请一直到缴费、核发入证、施工中的稽核以及竣工勘验，我们都依照这个规定来办理。中华县政府统计，每一个月申请挖路都有100多件，但是只要无合格，工务处的人员也是会要求限期来改善。只是参像安尼，保护过来挖的现象一直发生，民众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做好管理，尽量减少安尼的情形，保障民众用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希望会当赶紧来改善，继续镜头刷来去基隆，看到基隆市市政府开发地远观光所在，甲爬远几多年的阿军立做准抢，伫暗时点电火，列做市定的古迹，增加风景所在。最近所有民众发觉讲边仔内放一寡无碍建材，也佫有马桶，互人印象有够歹。原来这是地主家己暂时放的，落尾已经请环保局赶紧来提走。阿军啊，这准抢，这几年来声袂少观光客来伫翕相，是家人真热门的拍卡景点。过去嘛有剧组伫咧遮拍片，阁有厂商伫咧遮拍广告。最近就有民众发现，伫咧遗迹边啊，有大量单调的建材甲马桶来影响景点的观光。伫台北有一间汽车旅，因为迄种是从化区嘛，用完了一定爱拆嘛。汽车旅馆拆起来，阮当年有甲扣转来。原来准抢遗迹切做2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原是地主在使用，这批废弃的马桶甲建材是地主家己放的，因为伫咧台北投资旅馆种完了后。废弃的建材暂时放在这个空地，想袂到煞声来游客海村，地主只会当请环保局来协助处理，最近就会来清完。啊，清出来迄摆了，我们做一改清的时候，阮迄个因为阮人叫好啊，啊要害去的时阵，那环保局讲唔知啊，我奇怪。基隆市文化局将遗迹打造做观光的景点，而且有来设保全甲查拿，保障游客安全。只是观光客看到一堆粪扫，拍歹佚佗的心情，地主嘛会来顺意配合景点的维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国道4号丰四路交流道，这个月初8发生一件车祸，一个查某人互人弄一个吊颈，行甲身躯无条体。警察3步做2步，头一个时间赶来到现场，赶紧挖过去甲伊安踏，落尾佫甲这个查某人抱落车，甲伊送去病院检查，该在无啥要紧。这个警察嘛，互人学了讲实在足好心情。红色的轿车弄起咧分隔岛，那车门受到真大力的撞击，无法度来拍开，规台车阁吊伫咧顶悬，就惊车失去重心的并车，伫咧车内底查某驾驶唔敢乱震动。警方接到报案，随到来关心，先将车门扳开了后，后一秒真细力用抱的将伊抱出来，协助这个驾驶。这件事故发生伫咧这个月8号早起10点外，红色的轿车经过台中市丰原区丰西路，准备要上高速公路，无想到就伫咧交流道进前，互后壁的大货车大力来弄起哩，规台车就安尼弄起哩头前的分隔岛顶悬。因为怕危险，就当场就把它抱出来，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外伤，但是可确定是惊吓过度。好佳在这20岁的查某驾驶平安无代志，这摆虽然惊到，但警察出手来斗3工，嘛互这件事故伫咧充满粉红色的气氛之下，圆满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拄则咱看到警察大人真辛苦，搁来斗3工民众，有时阵嘛有真侪石头。像讲艺人台志源甲昆达伫咧新北市海山分局港仔喙派出所翕一日主题体验警察的工课，拄好好拄到2岁查甫囡仔找无老爸老母，2个人赶紧安搭囡仔，该在上尾老母来报警察，拄好找到伊的囝。一个2岁囡仔甲妈妈惊散去，互里长发现来报警察处理。警察到场赶紧先安搭囡仔的情绪，一边派人来找妈妈，一边来做年母。但详细看，这2个警察那敢若真熟悉，原来是艺人台志源甲昆达。
录节目体验做一天的警察，除了换制服、执勤出任务，照规定来真的，毋过等上班无偌久，就有状况，发现一个囡仔惊胖去，囡仔妈妈嘛真着急咧找伊，伊因为弄红灯拄好，互警察抓落来，一问才总算顺利找到伊的囡仔。我们刚刚报道，就跟着一起去处理这样，然后陪小孩子玩了一下，然后妈妈才匆匆忙忙的赶过来。其实妈妈只是买个东西，然后转头小孩子就不知道跑哪里。来到江翠派出所，收起平常时滚耍笑的个性，协助报案的民众，一点拢唔敢大意，嘛体会到警察的工作真正是不简单。我觉得这个警察工作，尤其基层员警真的很辛苦，每一件事情都是民众的大事，所以呢，员警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去处理每一件民众所谓的大事。任务则未完，民众检举市场违规停车，昆达嘛得咧出动，这回2个人来做一天的警察，意外拄着惊胖去的囡仔，搁要斗3天来照顾，最后找到妈妈，嘛顺利达成任务。记者综合报道。那你讲森林拍鼓有时错，骹步打叉啥人无？就有一个姓刘的网友买一罐做生理用的红豆罐头，无想到讲一个开开了，内底毋是红豆，拢全绿豆，嘛互伊当场看甲讲去。相片一个抛上网络，互真侪网友拢笑甲要变过，讲红豆变绿豆，敢若是人参变菜头。做罐头业者嘛进一步解说，原来是迄一天工作人员一时无用四角擦，担唔着漂头。3.4公斤重的红豆罐头，一个拍开就随片着红豆的香味，用汤匙落去敲，红豆逐粒拢真把人。不过民众要同款的罐头拍开了后，红豆煞变做绿豆。民众把相片抛起咧网络，写讲敢讲食骗伊无食过红豆，网友看到拢笑甲变过，讲红豆要互食掉啊，所以惊甲变做绿豆。红豆浸伤久褪色尔啦，红豆还未到分，滴青色无爱红豆，买着特别版的，各网友用流行歌来甲笑。明明就是红豆，那时候打开是绿豆。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蛮扯的啦，就吃绿豆吧，反正我觉得吃起来差不多。按照罐头顶的写字纸，找到生产罐头的厂商，专门生产浓缩的果汁、糖浆、果子酱，还有民众买到的豆仔类的罐头。不过明明买的是红豆，拍开乃会变做绿豆。业者解释讲是包装打唔对去。我们的产品是属于数量比较少，但是种类比较多，所以我们是采用人工贴标，应该是现场员工在贴标的时候忙中有错，会加强我们的这个员工训练。一罐红豆罐头，一罐的价销加税是231块。业者讲因无接到民众的反应，强调民众若是买到有问题的产品，会使甲因讲，拢会当退货换货。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上新的政治消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请假拼2020年总统大选，咱要来看到上新的民调已经公布，这是总统撰文赢韩国瑜拢总12.6%。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团长，刚上韩国瑜从上周开始有消息传出，还要来请假拼大选，而韩国瑜也在昨天要从屏东出发来冲刺他的选情。不过，究竟请假对于他的选情帮助大不大呢？品观点最新民调结果是在10月14到15号做的调查，韩国瑜的民调呢是小幅上升了1%，而蔡总统呢则是微幅下跌了0.1%。不过，其实两者还是维持12%左右的差距。因此呢，学者认为，其实请不请假，目前来看起来影响不大。内廷下受到访问，这就显示出两岸关系不是韩国瑜的强项，就跟我们过去的印象不太一样。两岸关系应该是国民党的强项，更可以说两岸关系不是蔡英文的弱项。这两个命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命题。那现在这两个都成立了，两岸关系看起来不是韩国瑜的强项。两岸关系不是蔡英文的弱项，所以还可以再往前再进一步推估，那就表示说过去尤其是9月份，中共打压台湾，无论是断交或是军事恐吓等等，它是没有效果的，或是说它是有反效果的，都反映在这个民调里面呢。可以听到
党学者分析，上周蔡韩2个人是在国庆演说，对于两岸政策是首次交锋，互相是大打亡国感。不过，却对于民调的影响似乎不大，尤其在韩国瑜方面，也无法靠着两岸牌来加分。学者就建议韩国瑜必须要提出更有效的政策论述，恐怕会无法逆转局势。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再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品玲，进一步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拼大选头一暝来到小琉球来过暝，早起时启程了后行程吵。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好，主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天是拼大选的首日，夜宿小琉球之后，今天一大早起床，又是一系列的铁人行程，而且在原本公开的既定行程之外，一早又临时出现在小琉球著名的景点花瓶岩，让这个支持者相当的惊艳。而韩国瑜在介绍当地的景点之后，随后是赶往农会和渔会来拜会，所到之处，员工跟乡亲是热情的来迎接，看上去韩国瑜心情相当不错，尤其前渔会的总干事也是韩国瑜的支持者，昨天甚至是主动帮忙到庙里来抽签，而且得了支上签。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也是一些风风雨雨，长江的浪是那个不可能说很平静嘛，现在已经稍微已经开始平静了，所以他现在出航是正当时啊，他会当选总统。所以跟他现在的处境很像啊。对。签诗上写着“长江风浪渐细尽”，当中还有句“必有贵人相扶助”，说这代表一些风风雨雨现在稍微平静。最后还说会当选总统，让韩国瑜拼这个选战之路呢出现了好兆头。不过韩国瑜本人被问到这签诗，倒是没有多做说明。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如。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郭台铭的马将组织一个好军团，顶礼拜人民车马将团办一个票选的活动，要就是要警导对郭台铭无好意的立法委员参选人公布头10名，其中孙大千排头名，叫大家莫投互因。今嘛永宁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心如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这份黑锅名单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哦，但原则上这算是这个粉丝的自发性的行为。我们这边阵营的想法就是不干涉，但是也尊重。这某种程度会不会也是代表着郭粉不太希望郭董来帮蓝委站？他们怎么想，其实我们真的不清楚啊。但是我们自己评估要站台的部分的人选，都有提名审议小组会做进一步的评估。那评估的重点包含之前提到的，就认同我们理念，同时呢，也希望说在形象上是比较清新、年纪比较轻的，然后在地的形象比较好的。所以我们透过各地的推荐，然后会做非常仔细的评估，才会跟外界来宣布。现在有蓝委来接洽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在这个我们的思考逻辑当中，基本上是不分颜色的。那你们会有先锁定特定的人，自己去跟他们接洽吗？应该是说，我们是比较倾向于是在地的推荐。那由于郭先生在企业界，还有这个科技界，甚至于现在他在涉足政治之后，在政坛有不少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都会陆续的来推荐我们蛮优秀的人才，所以在提名审议小组就会针对这些人才一一去过滤。所以有些选区区域立委出来的名单会比较慢一点。那的确就是我们要很审慎啦，对，因为毕竟我之前说过要挂上郭家军这3个字，郭台铭先生其实是很珍惜这个招牌的，所以他希望一切都能够审慎一点，我们在质不在量。那有针对李进明的一个党籍案那传出就是说要暂缓开除他党籍来换郭台铭先生的站台，那怎么去看这个消息？我们一直以来也觉得说，为什么一直会有这种交换的想法哦？那这种交换的利益交换的感觉，其实一向不是我们的作风。那我们比较倾向于两码子事来看哦。如果说李进明因为他的情况，他无党籍参选，所以必须要被国民党开除，那我想说，我们就是尊重国民党的决定，这部分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多所智慧。但是另外一部分，如果说在蓝营立委有一些的确是符合我们这方面所开出来的条件，还有我们所要求的部分，那我们会评估是不是有站台的可能性。所以这样会感受，如果真的有这样交换的话，会感受到吴主席的善意吗？从我们退出国民党以后，然后就是
上次被注销党籍以后，其实吴主席有一直在释放善意，我们也都感受到了。那目前来讲，虽然说2个人没有会面，但是沟通管道都一直很顺畅。那有进一步要会面的打算？没有，现在还没有。对。但吴主席有说过，好像说就是郭董帮蓝委站台，其实没有理由拒绝。但我们国办怎么看？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条件，我们自己会去评估。那原则上，我们很尊重这个提名审议小组他们所提出来的考核。那如果说考核认为适合，那站台辅选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并不是难事。请问一下，是不是因为20号郭董要去高雄？那有没有考虑要跟柯文哲在下一次的会面？那天的行程安排是这样子，就是柯市长他在台南有个签书会，那据说他们第2波的提名名单也会在高雄，到时候他人有没有在高雄，他的行程我们不太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感恩会就是蔡顾问他会带着民众党所提名的4位候选人一块来跟我们参加，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郭粉的热情这样。那么好像听说，好像国办这边、幕僚这边好像有想要帮郭董办个暖寿会，有这样的安排吗？对啊，因为其实之前的郭董的生日并没有这么多幕僚来帮他庆生啦。那今年难得可以热闹一下，那我们自己也有设计一些节目桥段，也会录影来帮他祝他生日快乐。同时，我们也自己去买了一个大蛋糕。但是呢，你说他跟家人这个一起庆生的部分，就是他一直以来很坚持的传统，所以他也希望说，自己生日的时候能够跟家人一起过，那就比较低调一点。但是幕僚部分，我们希望说。当然要看这个郭台铭先生的行程啦。如果说他可以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希望说这1-2天就赶快帮他过。对，因为前一阵是有传出说，有国民党的立委也想要找郭董站台，但怕韩粉反对，所以到最后就可能不会跟你们联络。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我们不会遗憾啊，就是他们自己评估。如果说真的有需要，我们也觉得他符合条件，那他提出需求，我们这边会评估，评估完之后就会帮他们站台。但是如果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考量，我们这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啦。如果说他们怕，就是他们自己要去取舍了，其实就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了。那你们如果愿意帮会站台这些委员名单出来，会主动去联系他们？我们愿意帮他们，我们主动不会，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主动联系。对，谢谢。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能要另外再提一下，就是在网络上近期之内，因为郭台铭先生已经不选了，可是在网络上还是陆续出现了很多黑锅的言论呢，包括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跑步哥。那我们现在陆续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因为这次的言论已经涉及到人身攻击，甚至在搜寻就是小孩读书念哪里的这些不当的威吓。那我们近期之内就会采取法律行动，然后优先会去跟这个警察局来报案。谢谢。另外，这方面相信的现场要赶紧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德下早来到议会做专案报告，针对到费印花税，也有东区商圈进行计划，也有进前传出争议的校校电子付钱这主题，拢有详细的回应。晃神或者闯红灯造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台北市的所谓的交通文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尤其是所谓机车的跟自行车抢道啊，机车跟机车还有自家车，所谓小客车，这些问题是非常混乱的。然后呢，再加上我看这5天以来还有一件是外送员撞死行人，但是撞死行人这个案件也不是因为外送员骑机车造成的，而是因为行人在黑夜中违规穿越马路，所以行人违规穿越马路也是一个交通文明。所以我就请这个柯市长要注意，就是说，今天你的交通政策的精进作为，在所谓的交通文明的部分，在机车、自行车、小客车这部分，你有什么样的作为？跟议员报告。那当然，我们在交通安全上面分了3E啊，就是工程、教育、还有这个执法。那我想您刚刚讲这个交通文明的部分，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宣导这方面是比较有相关性。是啊，可是我觉得交通文明已经开始在崩坏。你比如说，我在交通委员会曾经质询过说，为什么行人没有走斑马线，直接穿越快车道？
罚单的收入为什么要减少？结果你知道警察局交通大队长跟我怎么讲？你知道吗？在审预算的时候，在委员会，他说因为我们钱收不到，然后呢会被纠正，会被审计处纠正，所以呢我就把收入减一半。我当场听了我就昏倒市长，他因为行人违规穿越快车道，这个罚金开单开太多收不到，会影响他被纠正，所以他干脆就把它降低。也就是说，我看到他穿越就不罚了。市长这样对吗？不对。是啊，但是这是明明就记载在委员会的质询的录音带里面。那今天你看到外送员今天撞死行人是因为他违规穿越快车道，那这个我们要不要处理？另外还有市长，你当时要求交工处提4年计划的时候呢，你自己听到一个叫北市接驳型自行车路径，你听完之后你说这个不好，喊卡对不对？接驳型自行车路，北市接驳型自行车路径，交工处提的，这个报纸上都有写啊。你看你都不记得了。我有去看的，我说他设计对，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会很危险，所以你喊卡对不对？不是，他设计的不好。是啊，市长他们还是照做。接下来请邱威杰议员。好，议长、还有市长、还有各位市府同仁，大家好。我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关于巨蛋啦。巨蛋，我觉得它虽然是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民进党昨昏召开中执会，通过不分区提名委员的名单，因为新系也有苏系人马，伫咧名单内底占一半较低，其他的派系团讲无法度接受。嘛，团讲立法院院长苏家全看到苏贞昌伫咧名单内底，伊家己无伫咧名单内底，真无欢喜。而且苏贞昌参加活动，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院长早。大家好。不大方请假，院长怎么看这个要请假，请大家一起请的行为？一个市长上任有没有认真，会不会做事，市民看得最清楚。该不该请假，请假是不是妥当，市民自有判断。总统跟市长更不一样，总统日理万机，要为国家做很多各方面的事务，岂能像韩国瑜一样请假跑去自己选举，放弃了高雄总统不可能放弃台湾。另外，韩市长他在昨天在小琉球跟民众对谈的时候，有人说要废掉一例一休，韩市长就说他会来处理，院长怎么看？当初在审查的时候，国民党是主张不只是一例一休，而且要2例的。那现在我们再把法施行后，各种需要再改进的地方大幅的改进。那不是韩市长随机的喊，更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到每一个县市都喊着要盖机场、要办赛车在高雄已经开很多支票，都跳票了。现在到各处喊全国同胞，我相信都看得清清楚楚。院长想要请问一下，昨天中执会留会传出是因为很多像政府会不满说这个名单太多的新系跟苏系。我当过党主席，知道党主席不好当，我也会给主席多鼓励。主席来拜托我当工作，作为党员我会帮忙。至于党的各种事项，由党去说明。苏家庭院长就说，既然有苏院长，为什么没有他？那个由党说明。谢谢。好，谢谢大家。
继续我世界大代志来看到荷兰一个庄卡所在，这2天互人发觉到有一口罩拢总6个人伫咧地下室生活几落冬，囡仔拢毋捌读册，嘛毋捌和外口接触，敢若靠种菜，抑有一只山羊仔伫咧生活，已经有9年时间无和外口交叉。原因就是因为惊世界末日伫要来啊，一直到大囝走出去外口买烧酒，规件代志才逼出来。电影内底世界要毁掉的画面，看到互人心内真惊。荷兰阿姆斯特丹东北边130公里的所在，有一个无3000人的庄头，雄雄互人发现一个已经真久无甲外界交流的家庭，因伫地下生活9年，就是要等待世界毁掉的迄天，大家拢感觉实在有够离经。You'd think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here, then it happens. 这个家庭25岁大汉后生，礼拜暗时去附近一间酒馆啉5杯米露了后，甲头家讲家己毋捌读册，已经有9年无出门啊，拄离家出走，爱人斗3工，头家听到就随报警。Ik zag direct al dat hij iets een verwarde blik had dan. I could immediately see he was confused. He had long hair and a dirty beard and dirty old clothes. It didn't make sense. 警方过去调查，发现因兜厝后壁有一条暗道，会当落去地下室，内底住一个58岁查甫人，甲5个18岁到25岁囡仔。查甫人几年前中风，发现的时阵都伫面床顶。We live not far away from the house. We always thought that one man was living there, renovating the place. We had no idea of what was really going on. 落尾警方发现查甫人毋是这间厝的主人，嘛毋是几个囡仔的爸爸，因全部拢无出示也是身份的证明。De mensen in de woning, wat zij daar precies deden, dat maakt deel uit van ons onderzoek. Wij hebben ook nog heel veel vragen waarop wij geen antwoord hebben. Dus ons onderzoek is ook in volle gang. 警方目前已经甲查甫人抓起来，5个囡仔嘛拢安踏好势，迄间厝嘛封起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转来去日本，看到日本会当讲是台湾人上爱去佚佗其中一个国家。全球旅游平台公布2019年日本上赞的城排行榜，根据过去的几年探天网友咧评论网站评选的结果，头3名是基路城、松本城，抑个新本城。其中基路城规个白色色，互人俄罗斯日本第1名城，已经小连续4档摕到冠军。这个城是14世纪初期起的，一直到17世纪，建国的武将武田辉正用8年的时间，搁再规个电翻，会当讲进入日本的气味。いざ開幕！经过3年半，日本新本城搁再来对外开放。2016年新本大地震了后，城楼受损真严重。经过整修、天守阁特别对外来开放。有名的旅游平台伫咧进前宣布，2019年日本最佳的城堡排行榜，新本城嘛伫咧前3名内底。冠军是兵库县的基路城，有日本第1名城的称号。雪白色的外壁，互伊过一个白灵城的称号。城楼是伫咧14世纪初期就起啊，一直到17世纪建国武将织田辉正用8年的时间来整修基路城，才有即摆的模样。It's very different to the European castles and very Japanese. 日本中世以来战争不断，武士大型土木搭起城堡，基路城的内部空间是真复杂，敢若迷宫，互敌人是真歹攻破，嘛有不战之城的美誉。1992年，基路城互登记做世界文化遗产。2009年，经过5年大规模的整修，又搁旧又搁厚的外壁，才来恢复即摆的模样，嘛互基路城连续4年摕到冠军。5層6階の大天守が古天守軍を従えた姿は修礼にして雄大です。那阿君是伫咧中野县的松本城，上有特色的是乌色的外壁，是16世纪起的，19世纪初期岛国互拆掉的命运，嘛无受到战争的迫害，到即卖佫会当看到400年前的模样。第3名就是拄着地震，目前当咧整修的新本城。地震了后，城堡拢放弃，如今摇身一变，30公尺悬的天守阁一点一滴恢复以前的模样。10月初开放民众近距离来咧参观，请游客来翕相留纪念。按算伫咧2037年会来整修完成，互外界搁再来期待新本城再度重现。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台南安南区这栋透天厝外口壁拢全手抄的经文，原来是75岁厝主为了要修行才会安尼做。
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川。川若做动词，代表互渐渐有余的物件小可拄着的意思，像讲互物件串着小可点点。另外，若是做名词，就变做讲是像竹仔形迄一款细枝叉枝形会拄人的物件，像咱讲竹串。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串着，代表互细枝有余的物件拄着。那第二个词竹串，就是咧讲细枝形的竹仔刺，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囡仔互竹串做的竹仔枝串着，拄开始无啥感觉，落尾才感觉小可点点，该在赶紧用夹啊甲伊夹出来，才袂碍摇碍摇。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串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台南安南区这栋透天厝真特别，因为外口壁拢搭满手抄的经文。原来是75岁厝主为了要修行，为10多年前退休了后，开始逐工用手抄经文，落尾愈写愈感觉有心得，决定要把这作品用塑胶的布架搭起来，一直到厝外厝内拢是伊的作品，让伊的厝变甲真特别。透天厝外口拢搭黄色壁纸，互规栋厝看起来真雅目。真足甲看壁纸顶的，各拢有写经文，大概有一楼悬细，敢若太如遮大，这的全部拢是75岁阿伯亲手写落来的。是用钢笔对啊经文先写出来，安尼写出来，咱才头毛片嘛。该接啊！这个文区的中间来讲，人是对啦，这无当买啦。台南这个阿伯为着有好的修养，10多年前退休了后，就开始抄经文，尾也写到有心得，就甲作品搭塑胶膜，当作壁纸来纪念。我就讲少年吼，敢若读都无写，即马都退休啦，我就甲写，总甲写出来，写来甲安尼做一个纪念。那因兜1楼到4楼的外壁有搭经文，厝内嘛同款拢有搭。因兜的仓库外口嘛拢是阿伯的作品，这的手写的经文嘛，互厝边头尾拢真学乐。伊静静啊写，阮就淡仔欣赏安尼尔。伊咧写的时阵是无咧看谱啊，安尼就是足厉害啊。不过因为目前厝内已经无所在会当搭经文啊，所以阿伯干那会当暂时封闭。这的特别的经文壁纸嘛，互阿伯因兜正做当地一个有名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插播韩国组上新的公款。候选人周家琪立法委员候选人，还有各位在座南潮州各位候选人，还有我们王进士王立法委员，各位在座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善人信民，各位信徒大德，大家早安，大家好。常常困难才老的嘞，谢谢大家。过来中主公啊，第5港，中主公呢，33国王，广东潮州在清朝时期分领过来，保佑我们这里的一代又一代的善良的民众。在刚讲你当属地，除了是信仰中心，安定我们所有的信徒，而且在地方宗教事务啊，我们也知道中主公对于弱势族群的关怀，中主公一向都是冲歹心的，专门照顾我们弱势的族群。非常感谢你们当时还有各位中主公、各位党，当时非常的感谢大家。我讲学就有啊，你来到我们这个问题嘛。你市长啊，你县长来市长啊，有这个能力，那是爱重要的代志。重要
中央啊，应该有2个条件。要不要去开采？得杀周边的国家地区有没有任何意愿？这是得杀。如果这个3个问题都可以再解决，那我们当然有这个机会。好，拄则咱看到是韩国瑜来到屏东的潮州，叫群一个继续要来关心有痛风的人，食海产、食豆仔类，拢会引起痛风的症头。结果即摆上新的研究讲，食果子、食一个伤过济，同款的痛风。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食饱，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大家拢知影讲有痛风的人食海产较会痛风，结果即马真侪人唔知影，原来食果子嘛引起痛风的症头。因为营养师讲，大人一天食的果子量袂当超过300公克，啊若无，你人的身躯内底要代谢果子果糖的时，就会引起到三磷酸酐来引起痉挛的情形，安尼尿酸就会对你痉挛。另外，食酸的果子嘛有同款的情形。像讲柠檬，若是食2粒，安尼含糖量就超过1粒柳丁，民众要特别注意。果子好食佮健康，毋过莫想讲果子食真济，也是用果子来代替正糖，就一定是健康的。有一个70岁老阿伯有慢性腰子病佮痛风，伊无食海产，食高普林的食物，毋过逐工拢甲果子当作正糖咧食，结果伊的痛风煞佮压起来。我本来就有痛风了。你有听过这个部分？没有。哦，因为糖分太高了吧？民众听到拢感觉真意外，无想到讲果子甲痛风嘛有关系。营养师解说讲，因为咱人的细胞内底有一种传送能量的物质，叫做三磷酸腺苷。若是食伤侪果子，果子内底果糖伫体内代谢的时阵，就会甲这个物质用掉。等到一个程度，血内底尿酸的浓度就会增加，这个时阵唔耐引起高尿酸血症，痛风的风险嘛有可能会增加。营养师讲，一个查甫人一天食的果子上济3碗，超300公克，啊查某人上济2碗，超200公克。另外，莫想讲酸球球的果子，糖分就会较少，其实2粒柠檬内底果糖，甲1粒柳丁的量是差不多的。有可能他也有喝到果汁的部分，或是说他的水果量真的很多很多。那最危险的其实是饮料那个含糖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的风险是最高的。营养师建议讲，若是无想要有痛风，就较莫食有果糖的食物。会当食果子，就莫啉果汁，上好用果菜汁来代替普通的果汁，安尼果糖就会较少。果子安怎食才会健康？民众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
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个人有问题啊！你是裁判？那我们早点讲，早点讲。露手了，对呀，行了，慢了吧？早一点讲。你刚刚说还没了。我姐的反应太慢了吧？为什么可以主持这节目一直到现在？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头发就放在那头啊？不要。阿公，你们床嘛走啦！阿妈叫过嘴哦。上啊！我赢了啊！阿妈多谢了。还痛哎，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叶小河。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妖精》。汉钟坐起来，淑英看着汉钟，又凝望着播放中的唱片。他扔下皮包，冲向电唱机，拿起唱片，唱片掉到地上。他瞪着汉钟：“你不要把我当白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妖精送你的吗？10月19号，本周6下午1点到3点，《妖精》口述影像版。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
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即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个人有问题啊！你是裁判，那我们早点讲，早点讲。露手了，对呀，行了，慢了吧？早一点讲。你刚刚说还没了。我姐的反应太慢了吧？为什么可以主持这节目一直到现在？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打过去，跑在那头哎。不要。阿公，你们怎么走啦？阿妈叫过嘴哦。是上啊。报警了啊！阿妈都下。太痛哎，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万圣节伫要到啊！伫咧美国第一条路动物园，这动物真享受，提早来享受真青草的金龟料理。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晚，欢迎收看10月17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刘一涵。午间大头条来关心外送员